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6月2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。撒母耳记上卷16章第14节到23节。使徒行传20章第1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顺服圣神。扫罗王伊就是无顺服着上帝，无顺服着圣神的引传，伊却顺服着人民官兵的意愿，得罪了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圣经甲咱讲，圣神就离开扫罗。撒母耳记上卷16章14节到23节，安尼讲。上主的神离开扫罗，就有歹神对上主遐来，予伊去行遐。扫罗的人神对伊讲：当有歹神对上帝遐来，予你行遐，请王命令军队里的部下找一个敖弹琴的人来。安尼对上帝遐来的歹神来时，叫伊弹琴，你就会好。扫罗甲伊的人神讲：你甲我找一个敖弹琴的，甲伊带来伫我遮。有一个少年人讲：我捌看到伯利恒亚瑟的囝敖弹琴，伊是一个勇敢的战士，口才好，外表用缘投。阁有上主甲伊同在。扫罗找使者去见亚瑟讲：请你去叫你迄个在雇养的囝大毕来我遮。亚瑟就叫伊的囝大毕用梨仔载真济饼、一批地酒，甲一只山羊仔，带去互扫罗。大毕到扫罗遐，甲伊侍候。扫罗真疼伊，顶伊做侍卫，替扫罗举军去。扫罗找人去甲亚瑟讲：我真介意大毕，请你互伊伫我身躯边侍候我。特别对上帝遐来的歹神临到扫罗时，大毕拢会弹琴，扫罗心情就较轻松。恢复元气，歹神就离开伊。因为圣神离开着扫罗，伊就受着邪灵的攻击，心内就艰苦。伊的仆人甲伊介绍着一个人会通弹琴，阁有真勇敢。真有好的口才，并且阁有上帝的同在，这个人就是大毕。所以，一个违背圣神的人，一个顺服圣神的人，因的性命就完全无同款。上帝也因为安尼赏赐大毕，阁较有气力，新约使徒的中间。属伫保罗有即种顺服圣神的人。圣经使徒行传20章第1节到16节的经文安尼讲着：扰乱平静了后，保罗调集门徒，甲因劝勉，甲因三时就离开遐去到马其顿。伊经过侪的所在，讲真侪话劝勉信徒。然后去希腊，住伫迄个所在3个月。伊准备要坐船去叙利亚的时，犹太人假冒要杀伊，就决定经过马其顿转去。甲伊做伙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囝苏巴德。阁有帖撒罗尼迦人阿里达古甲西公都，特庇人该犹，阁有提摩太甲亚细亚人推基古甲推罗非摩。这个人先出发，
伫直路伫听候阮。度假节过了后，阮对菲律宾开船，5日了后，直路甲因会合，伫遐待7日。拜六暗，阮大家组织八饼时，保罗甲大家谈论，因为隔日就要搁离开，所以讲到伫半暝，阮咧聚会迄间楼顶的房间有点真济的灯火。有一个少年人叫做犹推古，坐伫窗仔门，保罗继续讲真久，伊煞困当面，对3楼跋落去，大家甲伊扶起来时已经死。保罗落去，拍伫伊的身躯，甲伊揽地，讲免着急，伊还有气。然后伊搁去楼顶八饼食，继续甲因谈论真久，到伫天光才离开。因甲迄个活起来的少年人带转去，大家受真大的安慰。阮大乘上船起这个阿术，通伫遐接保罗上船，因为伊要行陆路去，所以有安尼安排，伊伫阿术会甲阮会合，阮就接伊上船去米推尼。阮对遐开船，隔日到伫基亚的对面。一日了后，萨摩克罕，隔日到伫米利都。保罗已经决定无爱伫以弗所停留，则免伫亚细亚前时间，伊要赶紧去耶路撒冷，看会当伫五旬节以前到位也无。圣神甲保罗做伙工作，不但互伊会通热心传福音，搁较互伊会通过一个圣神溃力通过圣神的溃力来医治人，互人得到帮助，得到医治来荣耀主的性命。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，上主是受压迫的人的要塞。是因患难的时的避难所，捌你的名的人会倚靠你，因为上主你毋捌弃杀找求你的人，就称赞伫锡安做王的上主，将伊的作为保养伫万民的中间，因为伊无要记得困苦的人，为人伸冤的上帝会听因的哀求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有对死亡的门救我出来，求你监察怨恨我的人，安怎地苦楚我，互我通讲起你一切通娱乐的代志。我要伫锡安的门城门，为了你的拯救来欢呼，来帮跋落家己所掘的陷坑。因的脚甜伫因密密场的落网，上主已经显明家己施行审判，歹人互家己手所做的甜条，歹人拢会落阴府，毋认上帝伫列邦嘛会安尼。善良人一定袂永远互上帝袂记得。困苦的人望一定袂永远无去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毋通互人较赢，求你互列邦伫你的面前受审判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因惊吓，互列邦知家己不过是会死的人命定。求主帮助阮正做一个愿意顺服圣神的门徒，互阮不但会当互人得到利益，更加因为安尼来互福音广传，荣耀上帝的圣名。而且也要为着教会的培明子来祈祷。礼拜3因为要参加
少年大学结业的典礼路中发生车祸，目前头壳碗有出血，有骨头志气，已经伫这个荣总病院来接受手术开刀，目前伫加护病房中间，恳求处理的医治看顾甲卫生局置地，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